这个协议我不可能签的。进去吧。走，绩效是 C， 我可以直接开除你。我们公司一直都是末位淘汰，你这个月呢？我这个月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，而且我额外做了很多。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份主动离职申请，没什么问题就直接签了。不是你跟我说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吗？我什么时候说？谁听见了？啊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是违法的，不可能。是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啊？还是我给脸不要脸？我是老板，你是打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凭什么跟我斗？